月天的第25+2个生日。如果说演唱会不是一台时光机的话，我想对你来说，演唱会就是一台提款机。555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约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跟大家一起拿着拐杖唱歌，好吗？音乐是灵魂沟通的，不需要语言，不需要接触，我们灵魂可以沟通。5月之约，5月天总不缺席，也许在明年让我们休息一次吧，也或许会再多休息，再1年，再1年。不过说好要唱到80岁嘛。想起的都忘记了，只记得这首向往的，这一生。